前几天，伫汤圆有一个查甫人伫超商内面乱，伊对警察含店员起骹动手。落尾这画面也翕到警察用警棍拍这个民众，这个警察呢也已经去互记告处分。不过有一寡基层的警察是真不满，按算对6月初一开始连续施工，要发起这治安消极日，也就是无要来主动办案开单，而且交办的代志也无要处理。针对这项处分呢，就要叫因来撤销。这个查甫人情绪失去控制，伫咧超商内面大闹，警察到现场处理，也互伊出手拍。尾啊，警方喷辣椒水给压制了，又搁用警棍解拍，互人质疑执法过头，引起舆论的正反论战。中立分局是赶紧该记告处分，依照伤害罪限送。面对种种的作为，就让串联合股的基层被发动治安消极日。伊要伫咧6月初一开始连续施工，采取第一波的消极作为，无查证绩效，无主动开单，歪处理分局交办的事项。因我也强调，合区内民众的权益未受影响，因为诉求真简单，就是撤销记告的处分。基层会那么反弹，原因是常年来警察机关在惩处程序上的恣意妄为，会造成内部法治完全失信。这要做出惩处外，应该要再做更详尽的调查。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讲，就算是要处罚，也先做完整的调查，已经发函互行政院，讲听说的程序有问题。中立分局回应讲，尊重网络的言论。各界鼓励或者是指责，因拢感谢也接受。强调分局内面所有人拢正团结，袂因为单一事件受影响，士气也袂受到打击。顶多是警政署长黄明昭态度正低调，只跟来讲，伊搁再对外说明。我对外说明，这篇治安消极日究竟是涉人发文的，唔知。验过一打出来了，有人支持，也有人反对，煞变做正反伫咧辩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